主日的时候，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这时候，我要邀请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圣灵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让自己能够与神相遇。这时，我们就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此刻我们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在你的主日的时刻，主，我们欢喜将自己带到神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候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让我们今天能够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教导。主，也恳求你在今天的礼拜当中，让我们每个人所摆上的能够成为馨香的祭献给你。主，我们为着今天所有要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让我们真的是愿意领受神你自己亲自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帮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我们也为着所有的服事同工们来祷告，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服事，不论我们担任什么职分，主就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把你的百姓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亲自与你面对面。主，我们再一次的将自己交托仰望你，求你的圣灵来做工，来带领。主，让我们今天的礼拜成为馨香的祭献给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能够一起聚集，在礼拜天的早晨，我们要一起在神的殿宇里面来敬拜。在这几个礼拜的过程当中，我们见证到主不断的恢复10批礼拜的价值，不仅是让大家知道聚会的可贵，更保守我们回到正常的礼拜模式。主的应许绝不落空，他也是赐下平安、赐下信心、赐下盼望的主。在此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以诗歌敬拜与他连结。人若要夸耀，应该夸耀认识我、明白我，因为我是上主，我有不变的爱。我总是你为何不会松开？
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我总是不能明白，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肯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是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了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深深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最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懂你心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天地有多高，你的爱也多高。懂你心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天地有多高，你的爱也多高。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了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最有意义。主，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一生的年日都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让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你，用信心来倚靠你，让我们用祷告来敬拜你。祷告，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
下，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谢谢你总是不放弃我们，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你都与我们同行。即使我们如此的不配，你仍然以你无比的慈爱来爱我们。求你使我们能够用从你而来的爱去祝福其他需要的人，也使我们能够成为传递你的爱的器皿。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安。好，很感谢777敬拜团在礼拜天的早晨为我们带来动感又令人感动的敬拜赞美。现在请各位翻开圣经，一起来看到今日的经节，是记载于旧约诗篇的第103篇第7到22节。记载于现代中文译本的第759页。他向摩西启示他的计划，使以色列人看见他大能的作为。上主慈悲仁爱，不轻易发怒，满有不变的爱。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永怀愤怒。他不按照我们应得的来惩罚我们，他不因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
天离地多高，对敬畏他的人，他的慈爱也同样宏大。东离西多远，他使我们的罪离开我们也那么远。父亲怎样疼爱自己的儿女，上主也怎样爱惜敬畏他的人。他知道我们的形体，他也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我们的生命像草，我们像野花生长茂盛，风一吹便消失，没有人再看见它。但上主永远爱惜敬畏他的人，他的公义持续到万代。急于谨守他的约，忠实遵行他诫命的人，上主在天上设立宝座，他作王，统管万有。强大有力的天使啊，听从他的命令，遵行他旨意的使者啊，你们都要颂赞上主。天上一切有权力奉行他旨意的臣仆啊，你们都要颂赞上主。一切被造物啊，要颂赞上主，要在他治下的每一角落颂赞他。我的灵啊，要颂赞上主。以上是今日的经节，上帝的话语。愿上帝看顾服从他训示的人。今日的主讲是薛淑玲牧师，他要带给我们的讯息是一起跟上帝守约。请大家带着恭敬的心一起来领受。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台湾在去年初就开始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特别从今年5月19疫情升级到3级警戒开始，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国内疫情算是平稳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一起在这里做礼拜。各位，在面对未来，我们仍然需要持续警戒与病毒对抗。通过我们全民施打疫苗的普及率足够，然后每个人也确实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就是要戴口罩、勤洗手，然后做好适当的社交距离。不论病毒它要如何的变异，相信我们还是可以远离病毒，并且拥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面对疫情多变的未来，请不要太过头的担忧害怕，因为上帝早就为他所爱的人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应许。牧师要邀请大家透过今天所读的圣经节诗篇103篇7到22节，让我们在面对多变的未来，能够用信心看见盼望，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与恩典，心灵就会享有平安。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礼拜堂一起来敬拜你。圣灵上帝，我们欢迎你来掌管我们的心，透过你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圣经诗篇103篇第7节，一开始就说，他向摩西启示他的计划，使以色列人看见他大能的作为。这一节圣经文的背景是出自旧约出埃及记33章12节到13节，这样子记载圣经。摩西对上主说，你确实吩咐我领人民到那地方去，却没有指示我要派遣谁跟我同去。你说过你了解我，也喜欢我，那么求你把你的计划指示我，使我能侍奉你，继续在你眼前蒙恩。根据圣经的记载，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他看见的是百姓在拜金牛犊，
上帝发怒，不愿意再跟以色列百姓同行。此时，摩西除了跟上帝讨价还价，恳求上帝不要因为发怒而杀了以色列百姓，并且还要上帝赦免这些以色列百姓。不仅如此，摩西还盼望上帝能够将他要做的计划能够明明白白的指示他。这就是诗篇103篇第7节的经文背景。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上帝期待他的百姓不是糊里糊涂不明不白的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上帝他期盼的是他的百姓都能够明白，能够知道他的计划和作为，使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中做出最佳的回应，让我们在面对多变不安的处境中能够得到从上帝来的盼望与出路。因此今天牧师要透过这一段经文跟大家来做3点的思考。我们透过认识立约的上帝，体会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不论在任何的境况中都能够掌握适当的时机，以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爱，一起与上帝守约，并且在守约中得到平安。第一，上帝他就是一位主动与人立约的上帝。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主动与人立约。立约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在新旧约整本的圣经中看出。约也是全部圣经的核心，约也是上帝与我们重建关系的凭据。因此，只要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在旧约圣经里有记载，上帝与人所立的第一个约，就是挪亚时代的彩虹之约。上帝主动与挪亚立约，就是要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创世纪第6章12节记载，在挪亚的时代，上帝俯瞰世界，看见世界败坏，人的行为非常邪恶，因此上帝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然而当上帝要灭绝人类的时候，上帝顾念他所爱所造的人，特别上帝顾念义人挪亚和他的全家，上帝也顾念他所造的动物。所以上帝就跟挪亚立约说，我却要与你立约，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1公1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弟兄姐妹，上帝不仅仅要保存他们的生命，连他们需要的食物，上帝都想到了。最后上帝还用彩虹成为立约的记号。创世纪第9章16节说，当我看见彩虹在云端出现，我就记得我与你们和地上所有生物所立永远的约。各位，在上帝与人所立的这个彩虹之约中，让我们看见上帝对人的爱是何等的全备。弟兄姐妹，上帝主动与人立约这件事情，事实上上帝根本就是吃亏的。他是站在自己放弃权力、自我限制的立场。想想看，上帝他是创造者，人类只是受造物。上帝本来就可以凭着自己的意识任意对待人类，他可以用恩典对待你，他也可以不用恩典对待你，他可以救赎你，他也可以不用救赎你。各位，上帝如果没有跟人类立约，他是可以凭着自己的意识来行，他有一切的主权，他
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用做什么。但是弟兄姐妹，当上帝主动要跟人立约的时候，上帝就必须要放弃他自己的权利，来受到所立的约的限制与束缚。也就是说，信实的上帝他必须要照着约上面所记载的来行，因为他爱所造的人类，他就用约来约束自己，永远要给人类机会。如同诗篇106篇45节，为了他们，就是我们人的缘故，上主记起他的约，由于他的慈爱，他回心转意，因此上帝就主动立约，并且借着约来重建人类与他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主动与人立约的上帝。第二，上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说到立约，我们都知道，在契约上面一定要有双方签名。各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名字，对吧？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名字吗？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14节到15节记载，摩西说：当我去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祖宗的上帝差我到这里来，他们会问他的名字叫什么？那时我该怎么回答呢？上帝说：我是创始城中的主宰。创始城中的主宰跟希伯来神的名字耶和华的发音相同。这是现代中文译本，在和合本圣经，他翻译上帝说，他的名字是我是自有永有的神。这表明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是从开始一直到结束，他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这是上帝在旧约时代与人所立约用的名字。在新约时代，上帝就更清清楚楚地指示他自己，他的名字就是称为耶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是救赎主。这个意思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如同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他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一书4章10节也说：不是我们爱上帝，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弟兄姐妹，立约的双方有义务，但是也是有责任。上帝与人立约所签下的名字是耶和华，这表示他是绝对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这样的约对我们人类来说，这是全然的恩典，是全然的恩典，是上帝的爱，是上帝主动决定的。弟兄姐妹，上帝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圣经中记载，以色列百姓常常都违背上帝，但是上帝却没有遗弃他们。上帝仍然像起初那样的爱以色列百姓，一直在等候着他们回转。诗篇103篇17节18节说：但上主永远爱惜敬畏他的人，他的公义持续到万代，给予谨守他的约，忠实遵行他诫命的人。这2节经文指出，上帝这种慈爱要归于敬畏他的人，就是那些谨守他的约，忠实遵行他诫命的人。所以当上帝与我们立约时，
上帝就是将他自己约束限制在不能放弃爱我们的情况下，因为他不能违背他自己。各位，你能体会、能明白吗？不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安排了什么计划，或面对未来不安的处境，上帝的动机都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成长，将我们带回到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中，使我们能够继续在约的当中蒙受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与人立约，为的就是要挽回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疫情起伏不定、焦虑不安的处境中学习依靠他。是的，今天上帝要借着这个疫情，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一个呼召，他要我们回转向他，一起与他守约，来领受真正的平安与带领。第三，一起与上帝守约，回应上帝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他立约并且守约来爱我们，我们都知道。但我们知道要如何爱上帝，如何来守约回应上帝的爱呢？圣经约翰福音14章21节前半段给了我们答案。圣经说，耶稣说，凡接受我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所以只要愿意接受并遵守上帝的话语，就是一起与上帝守约，爱上帝的表现。以下牧师有建议3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回应上帝的爱，一起与上帝守约。第一，就是要存敬畏上帝的心。箴言1章第7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各位，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困难，要寻求帮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周围都会有许许多多的声音来建议我们。譬如有人会告诉你，放聪明点，先得到眼前的利益比较重要吧。还有不要这么坚持，先妥协一下，没有关系的，等等。各位，我们是不是愿意凡事尊主为大，凡事敬畏耶和华呢？诗篇103篇13节说，父亲怎样疼爱自己的儿女，上主也怎样爱惜敬畏他的人。17节也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当我们愿意凡事存敬畏上帝的心，在一切事上尊主为大，上帝说他要像父亲爱惜儿女一样的爱惜敬畏他的人，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可以存敬畏上帝的心来经历它。第二，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我到底要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啊？我每一次读圣经，就是读前后面就忘前面。我就是软弱，什么都不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如同诗篇103篇第14节15节说的，他知道我们的形体，他也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我们的生命像草。各位，上帝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明白他的心意。上帝早就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都是有限，而且上帝他一直都知道我们是软弱与缺乏的。然而各位，我们怎么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他可以帮助我们，上帝他可以帮助我们。诗篇119篇18节说，
求你开我的眼，使我看出你律法中奥妙的真理。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天天读圣经，天天祷告，亲近他，上帝的圣灵会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若你以前没有天天读圣经祷告，就从今天让我们开始，向上帝祈求一颗喜爱渴慕上帝话语的心，开始建立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就好像我们的教会都在推动着新眼光读经，本季的主题就是活出呼召，爱里互补。就从今天开始吧。若你还没有灵修生活的，外面我们还有这样的读经本，带一本回家，天天分别一段时间来默想，来亲近这位爱你的上帝，明白他的话语，来领受他的心意吧。第三，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语。牧师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都有稳定的读经祷告的灵修生活，知道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大有能力，能满足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欢喜。然而牧师请大家能够问问自己，我们真的在面对未来凡事都遵行上帝的话语，完全相信依靠他吗？其实我们人类在面对未来，常常都是凭着过去的经验来面对。当我们处在疫情起伏不定的处境中，会害怕，会担忧，甚至心情也会坎坷不安。此时我们往往会紧紧抓住自己过去曾有的经验，因为我们想想还是相信自己，因此就抓住过去的经验，依靠自己。然而当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语，就是要愿意放下自己，改变自己的想法，去接受上帝的指示与感动。诗篇103篇18节，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21节，你们做他的诸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圣经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位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遵守他的约，行他所喜悦的事。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借着读经知道上帝的心意，也借着祷告跟上帝交谈，并且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他的指示与感动。牧师恳求上帝再一次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定义一生跟随他，遵行他的话语，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是超乎万神之上的上帝。最后牧师要用一张与大家分享一张去年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后的一张网络图片。这张图片描写着撒旦和上帝在对话。撒旦很得意地对上帝说：上帝，你看，借着疫情，我把你的教会都关了。的确，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都曾经有过没有办法到教会一起做实体礼拜的经验。但是上帝非常淡定地回答：撒旦，你错了。其实我是把每一个家庭都变成了教会。弟兄姐妹，是的，撒旦的计谋永远在上帝的掌握之下。撒旦的计谋永远在上帝的掌握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在未来遇到艰难挑战的处境时，我们的信仰态度应该是想想上帝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 ？Why？ 然后我们再想想，上帝要通过这件事情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 ？What？ 接着，我们就要寻求上帝要我们如何去解决 ？How？
就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勇敢面对困境。诗篇46篇第1节说：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11节也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姐妹，请记得，上帝是主动与我们立约的上帝。上帝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当以实际的行动一起与上帝守约，来回应上帝的爱，在变化无常的未来，让上帝为我们在疫情起伏不定、未来不明确的处境中带来盼望与出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掌管明天，他必要带领我们向前。这时候我邀请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诗歌，我知主掌管明天。让我们一起宣告，当我们面对未来，我深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应许你要与我们同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存一颗敬畏你的心，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遵行你的话语。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馨香的气息，来荣耀你的名，来祝福别人。
主啊，我们恳求你在面对未来，不论是顺境逆境，主，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你必定带领我们一路向前。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把每一个人交托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的义务，也是权利。请大家依自己能力所及，诚心来奉献。若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不要勉强。请起立。请坐，请坐。现在报告本周消息，请翻到本周周报第4页左边小会报告公告。小会议决，本会定于2周后10月24号举办第2次临时会员合会，并将于此日举行长老选举。再隔1周10月31日将举行第3次临时会员合会，并举行执事选举。长老与执事之候选人名单与在籍现有之陪参会员名单已公布于教会10楼之公布栏，选举公报也已寄出给具有投票资格的在籍陪参会员。以上2次临时会员合会与选举，若因疫情而有改变，将于双连教会官方网页另行公告与举行日期。
为符合选举规则，现有陪参会员的出席需过半以上才能成会。会员的过半数投票时可当选。请在籍现有陪参会员踊跃出席，无法出席之会员，请记得请假。另10月24与31两周的4场礼拜将合并于上午10点于10楼礼拜堂来举行。本会长职选举之注意事项，请参考投影片以及周报上刊登的内容。继续来看本会的消息。疫情期间的聚会事宜，本会已经恢复实体以及线上的礼拜。各场的时间，请参考周报的记载以及以下的投影片，包含第1至第4场的时间，以及因应政府的防疫政策需要各位会友配合的事项。再请翻到本周周报的第5页右边第3点，特别事工。本会定在下主日10月17日下午3点，于10楼礼拜堂举行洪秀清传道师封牧以及廖慧如牧师就任关怀牧师的感恩礼拜，欢迎兄姐们参加实体或是网络的直播礼拜。最后一起来关怀我们的肢体。本会詹永礼弟兄于10月2日安息主怀，将于10月30早上10点半于第2殡仪馆景仰楼3楼至美一厅举行告别礼拜，请各位兄姐关心代祷。以上是本周的报告，接下来要请牧师介绍本周的新来的朋友与本届执事候选人，最后请牧师牧养代祷。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10月24号跟31号要举行非常重要的长职的改选。那所以牧师现在要来介绍执事的候选人。那我们就是牧师只介绍名字，有关于他们的在教会的服事，还有他们目前的工作，都有在选举公报上公告。那牧师只介绍他们的姓名。好，我从这边的第一排的第一位开始来介绍。第一位是这个黄振辉，敬称省略哈。叶翠丽、王清柳。好，那吕淑玲。好，那我们可以看相片了哈。吴景照、邱显玉、赵秀红、林建志、徐雅玲。我们看照片哈。王文贤、吴静茹、吴大卫。我们看照片哈。厉伯宏、苏明源、张家祥、高彦斌。请看照片哈。吴信昌、严瑞良。好的，好看照片哈。来，接着赖尚辉、李明伟、赖正大、陈嘉伦。照片哈。
陈立德，来看照片哈。洪明浩、江林泉、赵慧君、洪义轩、吴义忠、邱培胜、陈怡倩、赖哲仁、李友仁、于家秀、林佑谦、林千佑，好，那牧师介绍到这边哈，有关于他们的那个现在在教会当中的服事都有印在选举公报，那我们再次给他们全体都鼓励一下哈。好，你先。好，那有关于这次的选举哈，为了加速我们选举的这个速度哈，所以我们这次采用这个电脑计票，所以我们有一些方式上面的改变，我们有拍一个宣传的影片，请大家来看一下哈。那宣传的影片是是用台语的，不过我们有上华语的字幕哈，大家请注意一下，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10月24到31是咱双年教会重要的中级改选的日子。咱会伫这2个主日4场礼拜合做一场，伫10点礼拜。礼拜结束了后，举行会员合会来改选中级。伫以往，咱使用传统的人工算票，合会时间会比较较长。今年社会决定使用电脑来算票，会节省真侪时间，互选举更加较紧完成。所以牧师伫遮要特别来大家说明安怎进行，期待大家配合，接着投票，竞选上帝要呼召的同工。首先，工作人员会将选票分发给大家，咱会用教会为大家准备的笔来点选。选票顶面有候选人的编号加姓名，咱会当参考对照搭伫每一张座位头前的候选人名单来点选。咱只要用笔点伫要选的候选人的编号加姓名中间的圆圈仔内底。请大家注意，长老上届济会当选20名，执事上届济会当选24名。请大家尽量选到足额，安尼会当加速完成的时间。执事的部分，除了小会提名名单以外，大家如果认为有适合的人选无伫名单中间，也会当将你心目中的人选填写伫后面的格仔内底。但是总共选的人数袂当超过24人。搁一遍提醒大家，请大家用祈祷敬虔的心来行使投票权，共同选出合上帝心意的人，愿上帝赐福保守。好，那牧师简单跟大家讲，当天选举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一张选票，就像这样。好，那我们就是用教会提供的笔，不要用自己的笔，用教会提供的笔，好，然后来圈选。就是在姓名跟编号中间会有一个圆圈，我们就把那个圈画一下，好，把它填满，那就是可以照那个，就电脑选票非常的快速哈，大概1秒钟不到1秒钟就可以算一张票，好，所以我们如果600个人来投票，我们大概不到10分钟就可以把票记完，好，所以速度会很快。那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那另外，我这时候来介绍新的朋友哈。第一位来参加的新朋友是李月珠，
李月珠小姐哈，我们在后面那边欢迎。好，第二位是柯永义先生，柯永义先生哦，在旁边哈，欢迎。好，欢迎你们来哈，请坐。好，那另外我们当中有这个礼拜啊，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来教会受训的这个传道师，可不可以请你们站起来？好，传道师们哈，好，欢迎。他们一直会在这边上课到礼拜2结束哈。那另外我们有一位现在在台湾神学院服侍的这个卢志强传道也在我们当中，跟他的女儿哈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好，好。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最后的祝福的歌曲。领受上帝的赐福，让我们一起与上帝守约，在生活中存敬畏上帝的心，明白遵行他的话语，来荣耀主名，祝福他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相通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